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30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眾所周知這個房地產時代現在逐漸結束。那麼央行發行的這個天量的貨幣M2，這個錢究竟流到哪裡去了？經濟學家馬關元他又發了一個視頻，他說中國信用大遷移，房地產時代結束之後，錢究竟流向哪裡？當然了，這也是馬關元老師他最近連着發的第二篇文章或者叫視頻。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長期研究的話題，也就是本來錢咱們以前一直說這個房地產是個蓄水的池子嘛，錢流到這兒來了。那現在房地產顯然這個池子已經不行了，那錢流哪兒去了呢？對吧 ？M2 是天量的。馬關元老師他試圖解釋他說很多人覺得現在經濟不好是因為錢少了。他說其實錢並沒有少，而是錢換了一條路在流。實際上也不是錢少了當然馬關元老師他說錢換了一個流向，這是原因之一。實際上這個錢的流速也慢了。過去對吧，我把錢存到銀行，銀行把錢就贷給你了，你們拿着錢去投資或者去買房，是吧？你錢就流到開發商，也把這錢付工資，最後賺了出去賺到我這兒，我也把錢存銀行，這樣是越賺越快，這個是錢的流速比較快。現在我把錢存銀行，把這錢貸給你，讓你去買房，你不買，對吧？你抗拒，你老說房價一跌，你死活就是不買，給你降價你也不買，給你利息調低你也不買，降低按揭你也不買，對吧？降低首付比例你也不買。但是錢出不去就在銀行裡面，银行着急所以银行呢只能調低存款利率是不是錢它不流動嘛？就擱在银行。那馬關元老師他認為這個錢還有一個地方在流動，哪兒呢？大概就是我們說的向新向優、高質量發展的那個新科技、硬科技、人工智能那一塊。到過去20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发动機不僅僅是房地產，而是房地產背後的信用擴張。今天這台发動機停下來了，這個整個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大遷移。遷到哪兒去了呢？馬關元老師說他說我最關注的不是央行印了多少錢，而是銀行的錢最終去了哪裡。銀行可以印錢，但是如果錢放不出去，或者沒有進入居民收入，經濟仍然很難真正活躍起來。你看我剛才說的那個例子因為这錢不賺了，銀行的存款越來越多，对吧？但是貸款越來越少，願意貸款的人也越來越少。馬關元他認為他說這條渠道就是房地產。他說房地產最高峰的時候居民中長期貸款，也就是2022年吧，应該21年，就是居民按揭貸款是6.1萬億。到了2025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3萬億。那麼2026年上半年一共只有2200億。那2026年全年估計不超過5000億，你說是吧？也就是這個5年下來，居民的中長期貸款只剩下一個零頭。短短幾年，房貸新增規模下降了80%以上，這是膝蓋漲腳踝漲。2021年，居民全部貸款新增達到7.93萬億，創歷史新高。這個包括按揭貸款，還有消費貸，對吧？其他的加一起將近8萬億。所以真正決定房地產周期的是居民中長期貸款，而不是居民貸款的總量。居民不貸款買房了，大家會發現總體信貸增量下降沒有想象中那麼大，整個的貸款好像沒有下降那麼大。那是什麼原因呢？居民這塊小了，是吧？少了幾萬億，那必然是有個地方多了幾萬億，這樣總的盤子沒有小。所以這就不是信用消失，而是信用流向發生變化。他說把2016年以來這10年作為一個完整的周期來看，中國信用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這3個階段很有意思它就跟日本消失了30年不太一樣，這就是區別。那第一個階段呢是居民加槓桿。2016年全國開啟新一輪房地產去庫存，漲價去庫存房地產進入快速上漲周期。2016年至2021年，居民中長期貸款成為新增信貸主要來源。房價上漲，居民不斷加槓桿買房，
房地產成為中國信用擴張最重要的載體。第二個階段就是企業接棒。什麼叫企業接棒呢？2021年恆大爆雷以後啊，房地產低迷，那從那時候開始，居民的中長期按揭貸款就在下降了，对不对？從6.1萬億開始跌到現在的0.5萬億。那麼居民房貸是斷崖式下降，但是總的貸款好像沒有降那麼多啊。社會融資規模沒有同步下降，主要原因那就是企業貸款開始快速增加，企業從居民手中接過了這個接力棒。2016年到2021年，企業新增貸款從6萬億逐步增加到12萬億。進入2022年以後啊，為了對沖房地產下行和經濟壓力，企業貸款進一步快速增長。2023年企業新增貸款達到17萬億，創下歷史最高水平。什麼意思啊？從12万億到17萬億，企業中長期貸款就新增的貸款增加了5萬億。那邊居民中長期貸款下降了5萬多億，不到6萬億。你看正好嗎？居民這邊降了5萬多億，企業那邊增了5万多億。所以說啊，你看一增一減，所以搞得好像我們的信貸整個大盤子看着還行，但是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第三個階段呢？完了，第三個階段就是居民和企業同時開始收縮，也就是企業把錢借去了幹啥呢？你借那麼多錢幹啥？所以企業發現錢借多了，趕緊還。進入2024年以後啊，新的變化開始出現，居民繼續主動壓縮槓桿，就去槓桿，對吧？大家提前還按揭貸款，大家也不借錢，還提前還。與此同時啊，企業貸款也開始回落，隨着整體預期下降，企業盈利承壓，投資回報率下降，企業融資需求開始減弱，社會新增信貸總量從2023年超過20萬億回落到2025年的16萬億左右。過去10年，中國信用完成了一次典型的3階段遷移。第一階段是居民加槓桿買房，舉債買房；第二階段企業加槓桿舉債投資；第三階段居民和企業一起槓桿，企業開始謹慎借錢，是這麼一個過程。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覺得啊 M2 增長很快，但市場仍然感覺缺錢，因為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这是我刚才舉例子，對吧？錢它不賺了，我把錢存到銀行，銀行把這錢貸不出去，本來應該你把它帶走買房的，結果你不買，開發商手裡沒錢，開發商沒錢也沒法給他的員工發工資，那他的員工沒辦法，對吧？去幹啥？最後到我這兒錢也少了，我也沒法再往銀行呢存更多的錢，斷了。所以這麼說的話啊，今天的錢不是消失了，而是流向變了。過去啊，主要是流向房地產，所以房地產是個池子。今天呢，更多的流向製造業、高端製造、設備更新、新能源、人工智能、新型基礎設施，也就是那個算力啊，基礎設施這些投資的比較大。他們決定了中國未來的產業競爭力，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必然方向。但問題是什麼呢？問題是這些領域啊，創造的居民收入，帶動消費的速度遠遠比不上房地產。現在你回頭看看，發現房地產它是個普惠型的，雖然許家印沒少賺錢啊，但是房地產一火之後，上下游全帶動了，就是受此恩惠的人越來越多。而現在呢，這個人工智能是吧，硅基發展，它惠及的人少，銀行放貸，開發商拿地建房，建築企業施工，鋼鐵、水泥、玻璃、家電、裝修、家具、物業等幾十個行業同時獲得訂單，那這幾十個行業多少人，對吧？就業啊，就連農民工1天300都有保障。你在工地幹活嗎？1天300有保障。居民獲得工資，企業獲得利潤，地方政府獲得財政收入。那你說現在人工智能，農民工能拿到1毛錢嗎？所以問題就在這兒啊。人工智能發展再快，還有這個高端裝備出口它再多，你跟那個老百姓之間還隔着很遠，不能直接惠及。所以大家感覺不到啊，覺得那玩意涨起來跟我有什麼關係？1毛錢也沒見着。老官員說啊，房地產真正創造的不只是房子，而是一條完整的信用循環。今天這條信用循環已經結束了，大量的新增貸款進入了製造業、AI、重大基礎設施等領域。這些投資會提升中國未來的產業競爭力，但居民收入的傳導速度明顯變慢。
GDP 雖然保持增長，但很多普通老百姓卻感覺收入沒有明顯改善，這是事實啊，不是感覺，就是沒有改善，不是感覺沒改善啊。你看看你的銀行存折，它就是沒多啊，所以消費意願不足，財富效應減弱，原因就在這裡。然後他說說中國今天並沒有出現像日本上世紀90年代那樣全面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他說日本當年的特點是企業和居民同時去槓桿，企業也拼命還貸款，不願投資，整個社會信用快速收縮。而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呢目前更像是一種結構性的信用調整，從房地產挪到了高科技、硬科技人工智能，向新向优。雖然現在整個的信貸有所收縮，但是不像日本那樣的，所以社会信用沒有全面的塌陷。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過程嘛。當絕大部分人跟你那個少數增長的行業無關的時候，對吧？這個時間它不能持久啊，時間長了，現在大家還有想念。現在大家都看到这個出口快速增長，2位數增長，然後人工智能這塊，對吧？你比如長興科技上市，很多人很激動，為什麼激動啊？認為跟自己有關係啊。但是等到明年，大家發現跟自己毛關係沒有的時候，他就不激動了，對吧？當他失業的時候，他就不激動了，發現這玩意兒跟自己沒關係，那這個需要點時間。一旦這個大家發現了跟自己沒毛關係的時候，那信心是不是受挫折啊？一受挫折，他又是勒緊褲腰帶了開始不消費了，開始裝死。所以最後馬國元老師說他說財政不僅要發國債，更重要的是增加更多民生領域財政支出，把資金更多投入到養老、醫療、教育、育兒、社會保障、長期護理保險等直接改善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預期的領域，而不是繼續大量流向傳統基建和部分已經供給過剩的行業。真正決定消費的不是 M2 有多高，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多少。信用不是目的，收入才是目的。我倒是覺得馬國元老師最近連着幾期聊收入，感覺好像他是這叫什麼良心發現，還是受了什麼刺激，也像胡錫進老師一樣，是吧？當他这個在紅綠市場遭到打擊的時候，他的人性的光輝就顯露一點，是吧？當他在紅綠市場賺了一點錢的時候，他就開始，對吧？歌頌各種都是剛剛好，一切都是剛剛好多一分則多，少一分則少。我就不理解好多人他不願意，他就看不慣別人批評實際上你批評公權力是應該的，監督批評，就是公權力做得再好，你都不要表揚他，你要監督批評他，這是你的權利。只有這樣，公權力他才會做得更好，為你服務。如果你把這道理搞不懂的話，你去歌頌，我不太理解，對吧？你歌頌僕人幹什麼呢？人家自己就說自己是僕人，對不對？所以監督，對吧？那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對吧？就是說你不要造謠，你不要污衊就完了。說不好的、不好聽的，哪壺不開提哪壺，這是天經地義。有很多人他不理解這樣，當然了，你是喝毒奶長大的，當然理解不了這一套了。在印度待時間長了，對不對？有很多在印度待了時間長的人，到了美國，对吧？到了英國，他也是這一套，這改也改不了這習慣。覺得你就應該謳歌，你就應該歌頌。退一步說你至少你不能天天盯着那個陰暗面說你也得說點好聽的。就你看是不是這個論調大家有沒有發現有這種論調我記得前幾天是吧，特朗普還舉行了一個記者什麼宴會是吧？那個記者宴會也是。應該1個月前還是2個月前，他不是舉行的時候遭到槍擊嘛？好像那個宴會他正準備坐下來是吧？記者宴會嘛，然後遭到一個槍手对吧？后来那個宴會就取消了，然後推遲到前幾天，對吧？哪天我也忘了，重新召開重新舉行。在那個宴會上面我看媒體報道，這個特朗普獎把一個獎頒發給一個哪個媒體那個媒體是為什麼頒發給那個媒體呢？當然我就知道這事這個名字什麼的我都不記得，我就知道這麼個事兒。他把一個獎頒發給那個媒體，那個媒體是為什麼獲得獎呢？那個媒體就認為揭發愛潑斯坦是吧？那個什麼島羅利島，那個媒體就認為揭發這個才獲得獎，而這個不就是直接就針對特朗普的嗎？特朗普給專門找他麻煩的
對吧？針對他的一個媒體頒獎，而且這因為獲獎的原因，就因為找了他的麻煩，特朗普也是苦笑不得。你看，這就是媒體，你不能把媒體想象成跟胡錫進老師一樣，對不对？謦歌，然後，對吧？多着一分則多，少着一分則少。所以我不太理解啊，有好多人，他老是說，哎，你怎麼老是說不好聽的？你要想听好听的，那您去那個看7點的晚上19點的節目不挺好的嗎？都是好聽的，除了日期不好聽，都是好聽的，對吧？除了日期不是好消息，那你們每個字都是好消息啊。当然我們也要界定啊，就是你不要造謠，是吧？我們跟着媒體報道，跟着這些專家學者的說法，我們談自己的看法，天經地義。若啥啥啥不自由，是不是？那讚美有啥意義呢？是不是這麼說的？所以我經常看到有人留言啊，阴陽怪氣的，哎，說你這個立場有問題啊，看什麼都是灰色的，他就非得讓你去謦歌一下，你就去讚美歌唱一下，你是歌唱習慣了是嗎？一天不歌唱就浑身痒痒是吗？難受是嗎？我對私人可以歌唱啊，公权力沒有必要歌唱，記住了，就要分清公和私。所以你看啊，馬官員最近也開始了啊，關注韭菜的收入，也呼籲啊，提高韭菜收入啊，提高這個社會保障啊，那這就是我們，對吧？共同的心聲嘛。我一直說，對吧？你作為經濟學家，你老是不談韭菜收入，一天到晚說，哎，樓市穩了，怎麼穩呢？韭菜收入沒穩，樓市怎麼穩呢？韭菜找不到工作，對不對？韭菜焦慮，壓力大，他也不生孩子。你光說穩了，他就生孩子是嗎？是吧？靠忽悠解決不了問題啊。現在人都比人都很精，对不对啊？很多韭菜都啥也不說，但是他心里门清，啞巴吃饺子心里有數，对吧？他眼睛是雪亮的，但是他不說而已，对不對？你老忽悠他沒有用。我們再看個新聞啊，這個新聞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周潤發呀降價賣房子，周潤發豪宅降6000萬港元，任賣不掉。這個如我們天天看的說，香港的樓市在漲，對不對？香港豪宅也在漲，香港的房子一半以上都是內地客豪客買了，對不對？突然今天看到這樣的新聞，我就感覺有點恍如隔世啊，好像覺得是不是看錯了？周潤發豪宅4年降價6000萬港元都賣不掉。香港島山頂地區是全球知名的頂級豪宅，但近期山頂豪宅二手市場正經歷一場猛烈的降價潮。即便是影帝周潤發持有的豪宅，在放售4年後，也只能大幅削減叫價。也就是周潤發這個豪宅掛牌4年了啊，到現在沒賣掉，他就不停的降價，都賣不掉。7月29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查閱香港土地注冊處資料，並綜合信報消息，由周潤發及其妻子陳慧蓮通過公司叫桂山有限公司持有的山頂加列山道48號的陽光花園洋房，已於7月將意向價下調至 1.6 億港元。這一意向價與其於2024年12月的 1.95 億港元叫價相比，下降了3500萬港元，降幅達 18%， 也就差不多快打8折了啊！你再跟發哥說點好話，这我是看你電影長大的，那發哥一高興，對不對？那不就是打8折嗎？現在是打，對吧？這個 17.9% 就降價啊！而與2022年10月初次販售時 2.2 億港元叫價相比，該物業在不到4年裡已經累計降價6000萬港元，就第一次掛牌是2022年10月份，現在跟那個時候掛牌價降了6000萬了，還沒賣掉啊！記者從香港土地注冊處獲取的資料顯示，這個桂山公司2010年9月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並於2011年1月正式以 1.28 億港元完成購入該物業。什麼意思呢？那就是15年前發哥是以 1.28 億港元買的，那現在如果他順利賣出去的話，他賬面也就盈利6000多萬，6000多万你要算上利息，對不对？亂七八糟的交易稅費，那他才賺多少錢呢？這可是2011年買的房啊，15年前買的。當時發哥是以最高價買的，就是當時這個該當地的那個房子是歷史單價新高，就是發哥買的時候。
那肯定是稀缺性的啊豪宅。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啊，就是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这个二手豪宅那个价格它就上不去。你看新房豪宅是吧，都是日光盘，大家抢2个亿的，30万一平的，眼睛都不带眨的，都去抢。但是二手房你看挂牌挂了4年卖不掉，不停的降价。那这个也如这个最近对吧，香港楼市涨了10个月了对吧，10个月都不止了，涨了11个月了，一直在涨。那似乎啊也比较矛盾呢。按理来说你这个房子应该好賣啊，為什麼頻繁降價還賣不掉呢？發哥前不久是吧，還賣了一套這個房子。周潤發現在瘋狂賣房，不知道幹什麼，改善生活吧可能。那麼有媒體說啊，這個就是發哥賣的這套房子恐怕還要進一步降價到1.6億。如果1.6億萬出賣的話，那整個的相當於他買這個房子15年下來沒賺什麼錢，對吧？1.28億買的嘛，1.6億萬出賣，那中間再去掉一些物業費，對吧？這個銀行利息亂七八糟的，你去掉恐怕也不賺錢。1.28億買的，1.6億萬出賣，而且現在不一定賣得掉啊，他馬上改成1.6億，看能不能賣得掉。據悉，周潤發在買入豪宅後啊，已為其完成了全屋的全新裝修，但多年來一直未曾入住，也未曾將其出租。就這房子它一直空在那兒，沒有住也沒有租。你說發哥有錢吧？總之啊，這就至少給我一個印象，香港的樓市啊，你說它火爆，你說漲價，似乎要打個問號啊。所謂的漲價恐怕也是炒作出來的，有一些媒體和中介，對吧？製造了一些焦慮，要不然發哥不可能連連降價，掛牌掛了4年都賣不掉啊，還要考慮降價。我們再看一個新聞啊，這個是北京商報啊，7月28號看到一篇報道，他說小區開放日後啊，房子1天內賣出去了。同樣都是賣房子啊，發哥那個掛了4年，價格一降再降，賣不動。這個啊，房子1天內就賣掉了。這是北京商報說啊，2020年上半年啊，北京二手房網簽量達到了9.35萬套。文章說啊，他說過去幾個月啊，一種名為小區開放日的看房模式在北京多個小區陸續落地。它的初衷很簡單，把1對1的分散帶看變成多對多的集中看房，提升看房效率。但做着做着，鏈家發現客戶真正想看的遠不只是房子本身。什麼意思呢？他說以前啊，約房最大的痛點就是難約。北京鏈家新店客戶經理許陽啊說的直白，他說這個房子10點能看，那個房子2點能看，那個房子5點能看，客戶不可能全天都來。在他看來，開放日解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碎片化的時間拉齊，業主把時間交出來，客戶把時間騰出來，同一個小區在售房源在同一天全部打開，效果是看得見的。根據集團小區開放日運營策略負責人於志介紹，參入開放日的客戶7日內帶看轉成交約為未參與的近2倍。但他強調啊，說轉成交率不是目的，我們做的本質上不是為了促成交易，但是確實產生了影響，決策效率變得更快。北京鏈家京西北事業部客戶總經理朱建明啊，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這件事的必要性。他說很多剛需客戶只能周末看房，了解一個小區需要來好幾次。我們做開放日就是讓客戶盡量一次性看到小區所有在售房子，把時間和成本和距離成本降下來。什麼意思呢？說半天啊，也就是有的這個中介啊，他手上房源多，比如在這個小區裡面他有8套房或者10套房，就一個中介啊，那麼呢2個中介可能就這個房子更多，那麼中介之間啊，對吧，怎麼樣溝通一下，搞成一個開放日。那比如我要買房，我一去這個小區，我一下就能看5套房、8套房、10套房，一次把它看完，就這意思啊。你不用說，哎，我這個周末來看這3套，要約個周末來看的，因為別的你看不了啊，你還得約啊，約不好啊，所以就這個意思，就是讓那個買房的人看房更容易了，對吧？效率更高，來一看一次能看很多房，節約時間成本，效率是入口，但不是終點。正如朱建南所說，好幾個人一塊兒看，多個人多個角落，信息一下子全了，但碎片拼成全景，比較才有了依據。說一套漏水房
看房到簽約24小時。回龙觀和街家園是2006年前後建成的經濟實用房社區，距離地鐵近，以3居室為主，80%的房源是首次置業家庭的剛需選擇。但這裡大多房子沒有什麼裝修，或者裝修已經很老了。北京鏈家回龍觀東大區客戶總監徐超發現了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客戶買完房之後啊，往往面臨着裝修預算錯配，把錢都砸進了房款裡，裝修的錢就沒了。於是小區開放日多了一個環節，叫看工地。被窩整裝客戶經理孫建華對此感受很深。他說：“我們做了大量的量房工作，了解每個小區戶型有哪些增项，計算得很清楚。在他看來，很多改造方案客戶根本想象不出來。比如一進門就對着衛生間，客戶說啊風水不好，我們告訴他可以改到朝北，他想象不出来。帶他看一個改好的方案，他就知道了。”徐超分享了一個案例，片區有一套頂複式房源，確實存在漏水問題，但客戶看過後啊依然很喜歡。經紀人沒有迴避問題，而是聯動被窩做了實地勘察和維修測算，給出了修復方案和預算。客戶從看房到簽約只用了一天時間，也什麼意思？這就是配套服務唄。你看房的時候，負責裝修的就陪着你，對吧？告訴你你要買了這房，你想怎麼裝，你預算多少，对吧？怎麼改，那不就這事嗎？也就是啊，說白了就是現在人時間比较宝貴，你最好讓我一次搞齊，对吧？一站式服務，我跑一趟啥都搞定了，这最好的，別讓我一趟、2趟、3趟、4趟的跑，對吧？不就這事啊？如果能一次性幫他把問題都想到、都解決，客戶的決策就更有依據了。徐超說啊，在他眼裡，買房從來不是買那幾十平方米，而是在買住進去之後能過什麼樣的日子。當然了，那個開放日啊，還有人在那兒搞什麼免費理髮呀、磨刀啊、兒童釣魚啊等等，是個社區活動吧。消費者在購買之前，不僅會關注房屋的本身，還會關注入住後的生活體驗，小區裡有什麼配套，鄰里關係怎麼樣，日常生活方不方便。在他看來，線下體驗是不可替代的。買房子和普通電商不一樣，在中國人心中，這是個重大決策。今年3月底啟動試點至今，小區開放日已在北京67個小區落地。根據朱建南介紹啊，每家門店客戶經理每周都可以自行組織開放日，針對客戶的需求和所在小區來自主操作。當購房啊從搶變為挑，從投資回歸居住，中介的角色也在被重新定義，不再只是信息的傳遞者，而是幫客戶把買下來和住進去這兩件事一次性想清楚的人。小區開放日或許只是這場轉變的一個切面，但它指向的方向足夠清晰，讓每一個重大決策都有據可依。說白了啊，就是賣房服務更加全面，360度，這樣有利於把房子賣出去。這說明什麼？这恰恰說明現在是買方市場啊，有錢的是大爺。所以記住了，自從2021年開始啊，恆大一爆雷以後，買房的已經是大爺了，不是賣房的是大爺。買房的有主動權，一切向買房的傾斜。最後我們再看一看21世紀經濟報道，這個報道就不太好了，說的是多城物業費批量下調。怎麼說呢？物業費只要下調啊，這個毫無疑問，那肯定是經濟不行了，消費不行了。物業費還在往下調嗎？過去对吧，一年2000、3000的物業費，現在也是個事兒，嫌貴。但是借口对吧很多，理由肯定是物業啊，服務不到位啊，對吧？這個那個這個的，總之，實際上說一千道一萬，根本原因還是大家收入在下降，收入一下降，你這物業費就顯得貴了，對吧？也就是你看啊，大家本來站一排的，結果所有人都往後退了一步，你是沒往前走啊，別人都往後退了一步。結果就顯得你這家伙是不是往前走了，對吧？你已經不合群了。物業費就是這樣的，物業費其實它還沒漲，它就是那樣。結果這收入，這個那個都賺錢難了，是吧？收入下降，結果物業費不動，那顯得物業費就漲了，物業費高了，對不對？突兀了。文章說啊，1線城市開始對質價不符的物業費說不。今年6月以來啊，說增城區發展和改革局集中清理超標物業費啊。整治高價收費、低配服務亂象，
最新统計顯示啊，增城累計實現11個小區物業費主動或依規下調，8個項目取消超1級收費標準。此次物業費用調降之後啊，這些小區的物業費普遍從高於3元每平米每月降至2.8元每平米每月。該標準為普通住宅服務1級收費政府指導價上限，大家調的還是上限嘛？這玩意兒還有下降空間啊，2.8元，2.8塊呀。房地產市場下行，物業費卻仍然高企，住房消費者對此敏感度提高。就是我剛才舉的例子啊，大家都在降，就你不降，那不对，突兀了，把你显出来了。全國範圍內物業服務只價不符的導致收繳率偏低問題愈發突出。廣州此番主動協調是一種積極作為。當然了，文章說物業費調降本質原因是前期物業服務價格超配了。一位所在小區調降物業費的業主告訴21世紀經濟報記者，他說我們小區物業服務水平並未明顯，就是收費標準2塊多的高，無論是清潔頻次還是安保維護，業主都沒有明顯感知。我們認為這部分溢價是有點高的，因為物業費太貴，所以小區的收繳率也比較一般。如果調降物業費能夠帶動更多的業主交物業費，對我們的資產增值是有好處的。沒有物業的小區並不可取。增城並非全國首個對制價不符的物業費亂象開刀的區域，在此之前，重慶、青島和天津等城市均通過各種手段為物業費設上下限當時也曾引發過市場討論。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我們剛才說的經濟下行，对吧？但房價在跌，但大家收入在下降，对吧？但物價，对吧，在往下走的时候，物業費還沒變，這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說來說去都是經濟不行了。物業費如果它價格它不下調，那交的人更少。往下調呢，說不定对吧，收繳率会稍微好一點。但是這個我覺得你不會因為你從2.8塊調到2.5塊，不交物業費的人他就會交，這可能性比較小。所以說物業也沒辦法，未來會有更多的小區由於這個收繳率進一步下降，對吧？惡性循環，導致收繳率進一步下降，最後導致物業賠錢，幹不下去。物業走了，別的物業也不願意來，因為賺不到錢呢，不願意來，那最後呢，很多小區恐怕就成為這個貧民窟吧。什麼叫貧民窟呢？就是沒人管，雜草叢生，垃圾遍地，對吧？蒼蠅亂飛，惡臭滿處，那沒辦法。很多小區由於房子賣不掉，對吧？本身就是空着的，就是入住率並不太高，是吧？入住率只有70%，還有30%空着的。還有的小區，有的人買的房子本來就是投資的，就是賣的，想倒手賣，对吧？這個賣不掉，像這些人肯定不交物業費。這些人一不交物業費，那個本來物業收的對象就少了，对不对？基數就小了。然後剩下的人呢，再有一些人不交的，那他的收繳率就進一步下降，那物業他服務水平就差，对吧？跟不上，因為他錢不夠一跟不上，那人家交錢的人不就顯得自己是冤大頭了嗎？自己交了錢，小區那麼亂，很多人他也不交，這樣是不是就是惡性循環？就這麼原因還有人，由於他已經失業了，按揭貸款他還不上，房子都要拍賣了，对不對？你讓他交物業費，沒可能。所以你看，說來說去都是經濟下行導致的。這個情況什麼時候能改善呢？實際上就是什麼時候韭菜的收入穩住了，什麼時候才能見底。否則，物業費的事情，對吧？會越來越嚴重。你看，就今年突然是吧，物業費就上了媒體，天天報道。去年還沒這麼多今年媒體就開始報道物業費的事。我想這個事情恐怕越來越多，大家做好準備吧。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